社区露天音乐剧，在赤柱广场看了一场演戏家族演出的港式音乐剧。这是一支香港音乐剧旗舰剧团，是香港演艺学院的毕业生于1991年成立，创作及改编了多台脍炙人口的作品，获得过香港舞台剧多种奖项，包括10大最受欢迎剧目，为香港市民呈现了原汁原味的粤语音乐剧。今天录制了演出的部分剧情，分享给大家欣赏。當你確實難過苦慣出怎方可知，多怕父親意外沒法阻，你讓大過這麼多的痛楚坎坷，一切怨恨怎去渡過？火起！你哋都唔知道，我喺出面嘅日子有幾咁難過。我10歲人仔就父母雙亡，冇人冇物，喺出面好天曬落雨淋，同啲野草根本就冇分別。真係好陰功喎！出面啲人啊，個個都見高拜見低踩，見到野草唔單止踩佢，仲要起勢猛咁踩。我遇着個老闆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。你話佢撈你咩？你話佢惡啃咩？咁你又唔想我死啊？咁你唯有忍㗎啦，忍到忍無可忍咁點啊？咁點啊？咪再忍過咯！唔係講笑㗎，知唔知你哋見㗎？咁佢咁講法又真係好似好慘。你哋有心樂觀咩？你唔好講到好似我哋有迫害你咁喎。家進村中有親切，當然有親切，我也一起爬過龍舟，一起成對手，另一直懷念那日情義同攜手。當我分你話念舊，留下護手，我也不想見人我對人，我也很想被做情深。背後邊可做情義，試着尋回幸福感，返到故鄉不再獨遺憾，飄泊途中此際別乾畫。我每天都靠欺騙做人，為兩餐仲要氹老闆，完全是因為明白世道誰和誰掌握，只能夠當一個壞人。我只想扣印章去害人，但卻竟把我當至親，唯獨是這未明白惡行何以唔關心，關懷我這樣個壞人，只因我吃盡了苦，不想再受折磨，立志作奸，但卻得意，漸已讓我覺醒一點。估到你啦！喂啊！你幾時喺度㗎？我咪完全是因為明白世道誰和誰掌握，咁開始啦。完全是因為明白世道誰和誰掌握啊！即係你咩都睇到晒啊！係啊，我咩都攞。不外乎啊，你就覺得個世道好艱難，啲奸人當道，與其俾人害，不如我去害人啊嘛。咁你都知啊？
齊啊！如果真係黐埋嗰啲衰人學到好似佢哋咁，我一定覺得好生活，就得幸福㗎咩？故你都不太想做壞人，故你的本性有愛心，就算想去害人，也只因不信任，所以決心先發狂責人。當去想給救起那緣由，可看清手裏這塊掌，共過周有共鳴，便會伸手協助，一世也都配合作過。曾同步拍掌，都記得要互信要出力，如同天生沒人敵。為我應明出這一步，真太蠢無退路。不過那份溫暖能得到。故你都不太想做壞人，若是被欺不會得故你的憐憫，本性從無怨恨。然而內心有陣或者心虛害人，誰世間不信任，所以決心先發夢祭人。一個人黑暗中會迷途，萬無道德掩蓋得冷漠。請記得仍有其我。實你可能無論我心也空能，從力正軌踏正途。不再只得一個人戰鬥，共過周有共鳴，便會伸手協助。一世也都緊記合作。不再只得一個人，放下固執可得到更多。你哋嘅輸緊㗎嘛？得，我少少時間當佢玩下咯，多睇場大戲啫嘛，嚟啊！正一響起，同行唱哨，就一掌使出近兩斤，加雙手應，起緊手抄，眾高手請伸手，齊合拍靠上同心意。正一響起，同行唱哨，就一掌使出近兩斤，加雙手應，起緊手抄，眾高手請伸手，齊合拍再加。用盡力傳遞知識，靠智慧更考毅力，合力地聯繫照應，競賽的真使命，齊用心去感應歡向浪潮，動作變和諧，每一位也不會各司一途，有勢才結合，齊付出去解決一切問題，盡力地投入，勝不驕也不會怕輸，全精打。是鬥飛，我的強項橫向攔住佢。誰會勝出？要是拼活傻，佢傻到底去死，利用暗招打破佢哋。要是鬥飛，我的強項橫向攔住佢。誰會勝出？要是拼活傻，佢傻到底去死，繼續到你反轉沉淪。愛對力其實不低，我快樂地下跪，落敗後然後閉翳，競賽認真無謂，何用花費心血感應浪潮，動作別和諧，每一位也可以各司一途，一齊無計劃，誰又肯去幫你解決問題，便要盡投入，而一朝去踢爆你輸全對立。是咁強，我的強項就入住佢，最近兩日嘅成熟。
邊場先會掛陣風㗎？好邪啊！哎呀，仲話乜嘢二寸大亨話都唔識游水？唔係唔識，即係頭先情急之下我唔記得咗啫。我哋係咁多嘢講嘅你，真係唔好嚟，我哋不如走啦，唔好留喺度啦，走啦。我哋冇聽到，你又想點啊？着埋身體啦。我哋講咗幾多次啊？唔識要濕㗎嘛，你頭先裝落個海度。其實佢唔算乾㗎啦，我嗰啲感情生活好似乾過佢啊。但我冇講。哎呀，佢將埋身契我唔要啦，你攞佢啦，放我走啦！快啲扯啊！唔好俾我哋喺香港村見到你哋啊！天都乾晒，個蟹都平靜翻。啱啊！佢以為佢借人緊啊嘛，啊可惜啦，如果天啊，都唔幫佢。係咯，可能佢覺得啱啊，呢度真係有啲邪啊，呢兩日唔知點解，我好討厭呢